后来乡亲啊，有一种海棠、草莧菇啊，下只奶子甲棱茎拄啊孵出来的幼芽，佫会喷出共上皮肤的酸液，而且真够生炭，严重影响到果树的产量。所以彰化县政府鼓励农民挽树叶仔卵来换钱，甲每一片树叶仔卵的价数提悬到5块。彰化有不少的果农拢趁机会来趁外乐啊，都有人一工挽8点钟，2工就趁24000。16万这啦。乃至草原菇的两规岛顶，这都是民众挽来要换钱的。彰化有果农规划总动员，一工挽8点钟，2工就赚24000块。16万这啦。目前收购其实非常踊跃，以彰化市收购5万多片为第一名，然后依序是分园跟园林。收的介绍，每一片为3块提悬到5块，农民因为乃至收成无好，就将这个目标变作是乃至草莧菇的2片顶面，一日挽头一摆赚24000几块，无几工尔又搁派3大地到市公所。是不是要数到加班？可能都下班都还没数完。不要，要数到加班，要加班。这款草莧菇会危害棱颈乃至黄目子、可怜树喷出来，这个水会去伤到皮肤。较早有民众伫室外晒衫，结果衫裤顶面拢掉伊的卵。花芽吼，因为受到日出春香影响吼，伊就拢无吐迄个花芽出来。收来的卵就互专家做平北小芳的实验，挽卵不互农作物，嘛互民众加一项趁外劳的机会。